妈，我回来了。饭都不吃了？我不饿。今天工作好吗？挺好的。早点放在桌子上了，吃了再走吧。我不吃了。咸姜和油条都是为你在老张家买的。我今天不想吃了。等等，我警告你，从今天开始，必须在晚上7点钟以前回家。怎么了啊？没有什么怎么了，我退让很多步了，别再逼我。这是谁的花呀？你的，我的。谁送的？这也是你的。哎，你是怎么认识孟老板的？苏贤拍摄顺利，孟雨农。喏，你从哪儿拿的？它就在花上面的。你运气不错啊，有孟老板撑腰哎。要凭你的演技，要不是孟老板早就被换了。看不出来你年纪轻轻，后台还挺硬。你好，麻烦你帮我找一下葱。啊，谢谢啊。听着啊，你们以后谁听话，表现好，我还让他来，明白吗？放心吧。葱，是我。你今天下班以后可不可以来片场接我呀？啊，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想让你来接我。嗯，好，那你早点来啊，我等你。好的。主任，主任，下午的活动你还是叫别人去吧。嗯？哎，这个活可是有红包的，我专门让你去的呀。谢谢主任照顾，但是我下班后有点急事儿，我怕给您误事儿了，您还是叫别人替我吧。贤佑找你了是吧？哎呀，我的手下怎么都这样啊？见了姑娘就拎不起来了。谢谢主任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，老板？来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来取东西。哦，单子。这个是您的。老板娘，来帮个忙。来了，您慢走啊。今天好简单，这就下班了。你是今天没让你说话？谁说的？让一下，啊，小心。杜小姐，哎，叫你呢。走。听说今天表现的不错，好一些了。明天会更好的。
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要是不喜欢呢，就退掉了。我送出的礼物，从来不收回来。这个我真的不能收，谢谢你的好意。那就扔了吧。姐，孟老板，这是我的男朋友，聪，这就是孟老板。孟老板好。你好，听苏小姐说起过你。你是在滨江报工作？是的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我刚才想去大门口等你呢，怕门卫不让你进。门卫看了我的记者证，就让我进来。哎，我们去吃西餐吧。好啊。走。好了，那我回去了，再见。怎么了？我按照你要求的时间回来了，你不高兴给谁看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我还想问你呢。谁送来的？谁会有那么大的手笔，给你花这么多钱？我明天还回去。没那么简单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男人肯在一个女人身上花钱，目的很明确。我都已经说了，我明天会还回去的。别去拍电影了。你还是想拴住我？你就见不得我好吗？好？你认为这就是好吗？我真的很后悔，太放任你了。你知道你是什么吗？你是男人桌子上的菜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你迟早会毁在这个姓孟的手里。妈，你怎么就那么不相信你自己的女儿呢？我是你妈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你为什么不明白呢？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在你心里，你就觉得我不是个好人。这些东西我收下，电影我还会继续去拍。你要是敢收下，我就打死你。你打呀，你打死我你就省心了。这个是今天通过的，咱一会儿开3组手。哎，苏小姐。哎，今天孟老板没有来啊？哟，这孟老板来不来，苏小姐都不知道，我们更不知道了。孙导演，哎，
来了。好了，来，各个部门准备一下，咱们走练戏啊！来，试戏了啊！来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各部门。好。来 ，Action。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被你的风采打动了。你像冬日里的一抹阳光，照在我心里。咔！感情呢？感情去哪里了？它是一抹阳光，我从你脸上一抹阳光都看不到啊！你明白吗，苏小姐？我再试一次。好，来，准备啊！再试一次。来，好。Action！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被你的风采打动了。你像冬日里的一抹阳光。看，交流呢？哎，交流呢？你跟他不交流，你怎么演戏啊？演员是要靠交流的。我知道了。来，再来一次。来，各部门准备，再来一次。来，用点心啊 ！Action！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被你的风采打动了。你像冬日里的一抹阳光，照。你会不会恋爱？我从你脸上根本看不到恋爱的感觉，一见钟情啊，一见钟情，我一点一见钟情的感觉都没有。你到底会不会演戏啊？导演，我错了。你说话都带抖的，怎么演下去啊？导演，你别生气，别紧张。行了，今天就拍到这儿。多亏这是试戏，要是真拍，得费多少胶片？好了，大家散了吧。咱休息啊，休息。关灯。导演说了，以后你们都要注意，听见没有？交流，啊。新手就是不行。这下不会又要换演员吧？换倒不会，苏有姐可是孟老板的人。真搞不清，孟老板什么味儿没尝过。不能进，上面吩咐过，没有许可证，一律不准进。我要去找我的女儿。你找谁也不行。我前几天犯过错误，就是放进不该放进的人，差点没被我们老板开除了。别跟我提什么老板，你孟老板我认识，我现在就要进去找我的女儿。你女儿？你女儿谁呀？苏贤。哦，我说呢，敢骂我们老板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这苏小姐是我们孟老板面前的红人，太太，我已经很大度了，你可以用我们的电话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，他如果同意，我们才能让您进去。贤，怎么了？你回来啦？啊。贤怎么了？啊？谁欺负你了？他是怎么了？拍戏的时候被导演骂了，他觉得很委屈。跟他说过多少回了，不要去拍电影，他就是不听。现在知道了吧？伯母，贤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，你就别当面数落他了。他今天之所以去找我，就是害怕您知道了笑话他。他在外面受了委屈，宁可去找你也不跟我说。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就是太在意您了，他特别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。他怕你骂他，除了怕，他现在还有逆反的心理。我就是怕他不明白。那个孟老板送他东西，分明就是居心叵测。你说一个女孩子家的，伯母，孟雨农送他什么东西？其实也没什么。谢谢你把他送回来啊！啊，没关系，伯母，那我先走了，有事叫我。贤，吃饭了。听话，起床吃饭了。我不想吃。这么点打击都扛不住啊，还新女性呢？你呀，真是个傻孩子。我是谁呀？我是你妈。在外面受了委屈不找我说，竟然找别人，你快把我气死了。起来，起来。你不是一直想要知道你自己的父亲是谁吗？我今天就告诉你，你外公有2个徒弟，一个是黎叔，一个就是你爸。你爸叫杨伯超，长得很帅，跟黎叔不一样，能言善语的，讨女孩子喜欢。那个时候我还没你大，我们相爱了，我有了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就是你。当你外公发现
现我怀孕了，他非常生气，拿着刀去找你爸算账。就在照相室里，你爸把你外公捅死了。后来，你爸从监狱被无罪释放出来。他说你外公的死是一个意外。你刚一出生，他就去国外了。他走的时候，他说他会回来娶我的。可他没有回来娶你。他回来过，我去找他，他竟然不愿意认我。20年了，女人最美好的20年。所以我很怕你走我的老路，你要理解我，我怕你被欺负，怕你被骗。妈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不会被人骗的。傻孩子，现在的骗子太多了。他们不是要骗你的钱，是要骗你的姿色，骗你的感情。我没有压制你，让你去拍电影，我是想让你做一回梦。可你现在知道了吗？这个梦并不美好。那些看似风光的生活，其实只是假象，其实只是过眼云烟，我们根本就抓不住的。踏踏实实的生活，其实才是最美好。贤，你看着我，我们不拍电影了。你把那些礼物、衣服、首饰去还给孟老板，听话啊。这么说你是要解除合约？为什么呢？我不是当演员这块料。完全不用理会孙导演。那是因为想改剧本，我没有同意，才会有这样的结果。他知道我对你好，故意拿你撒气，这是我的责任。不是的，这不关你事儿，是我不行。中国有电影以来，我捧出了多少新人。总会有一天，你会发现自己是一个明星，一个大明星，红遍全国，那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有这个信心。你为什么对自己没有信心呢？来，你自己来看一看，多完美的一张脸，没有脂粉气，清丽脱俗。你身上有别人没有的东西，你自己完全不了解你自己，一点小的磨难都经受不了，以后怎么成大器？我决定了，韩导演，明天你就见不到孙导演了。还有公司下一部的电影，我会推你做女主角。不行。我演不了，孟老板，我已经答应我母亲不再演戏了。
可以跟你的母亲去谈一谈。没有哪个母亲会耽误自己女儿的前程。不用了，孟老板，对不起。就这样吧，我走了。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你确实让我很失望。你是唯一一个这么些年来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捧红的女演员。算了吧，强扭的瓜不甜。你可以离开，你有选择的自由。只是我不希望你离开这里以后抱憾终身。到那时候就是后悔，也于事无补了。妈，你再给我次机会吧！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妈，你还要我怎么做？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再让我试一次，我求求你了。黄包车，哎，来了。太太，您不能这样闯进来。放开他吧，出去。苏太太，请坐。你要我怎么做，才能放过我？
聪，伯母，您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问你，你对贤是认真的吗？伯母，你是真心爱他吗？对，我爱他。如果你对他是真心的，我打算让你们马上订婚。伯母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出什么事儿。之前我一直不同意你们在一起，可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你会对贤好一辈子吗？当然。说具体一点。我一辈子会对贤好。我就要你这句话。你跟我来。聪，听贤说你爱他。是的，我爱他。贤说他也爱我。你爱他吗？说话。对，我爱聪。聪，我只有贤这么一个女儿，舍不得她出嫁。可是我的女儿一天天长大，总要嫁出去的。以前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，是因为聪的家世不好，没有钱，而且是乡下人，根本就配不上贤。可是现在，我发现了聪的好。他年轻，年轻就是本钱，而且有发展的空间。最关键的是，他是真心对你好。所以，我成全你们两个年轻人的愿望。今天晚上，我们以茶代酒，就算是你们两个的订婚仪式。你不同意吗？没有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好好的对贤，对他好一辈子。伯母，你放心，我会尽一切所能对他好，我会爱他一辈子。贤，这只是一只普通的手表，是我刚刚挑选的。就当做我们的定情信物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你们两个要好好的在一起，我也能少操点心了。从今天起，孙导演不再担任这部戏的导演。这部电影的导演工作由李少飞导演来完成。李导演，跟大家说几句吧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孟老板对我的信任。我相信，在大家的共同合作和配合下，我们有能力来完成孟老板交给我们的任务。谢谢大家的配合啊！孟老板，这苏小姐到现在都不来，这没法排练呀。你们通知到她了吗？哎，副导演，哎，你通知她本人了吧？昨天你通知苏小姐了吧？不会有错啊，肯定通知到了。那她肯定会来，再等等吧。待会儿休息一下，去喝杯茶吧。来，先休息了，来，好，来。
苏小姐来了。对不起。来，大伙赶紧来，合照，快！怎么样？大主准备看，来了吗？孟老板。怎么迟到这么久？对不起，我妈。先去化妆吧。哎，今天晚上有时间吗？我约了下部戏的导演、编剧，你是女主角，他们想见你一下。可是我答应了我妈，今天要早点回去。我会派人去告诉你妈一声，请她放心，去应酬一下。你可以早点回家。化妆去吧。来，诸位，抱歉啊，隆重向大家推出苏贤小姐，是我们公司力捧的未来之星，往后还要请各位多多关照。坐。苏小姐果然漂亮，王老板真是慧眼识珠啊！这样清纯、温婉、可人的女孩子不多见啊。对。孟老板，她这个样子让我想到了凯瑟琳公主，气质真不错，太好了。哎，我下个本子的故事都已经出来了，关于这个具体的人物设定，回头我再找你好好的聊一聊。苏小姐，著名的编剧乔西，他你可得敬一杯，好剧本都出自他的手。那我就先干为敬。谢谢。好，真不错呀。苏小姐，我也来敬你一杯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太会喝酒。苏小姐不会这么世故吧？只跟大编剧喝，看不起我这个小编剧喽？来，干了。就是啊，干了。怎么了？喝醉了吗？没事儿，我就有点头晕。来吧，扶你走。不用，我可以的。没关系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。慢一点，来吧。我可以。坐。啊。看看这个。恭喜你啊，